属前主秘叶逢明涉犯共谍罪，长期提供中国台湾重要人士、情治单位相关的个资。那他的家族的账户进出竟然高达10亿啊！这一种叛国卖国的垃圾行为应该予以重惩。那我们在2019年前，立法院也完成了国安相关6个法律的修法，对于共谍也已经加重修严。但纵使如此，如果我们法务部的检察系统或者司法院的法官们没有国家概念，轻易的重犯这些卖国贼的话，人民对这样蛮憨的司法体系是无法容忍的。所以我们建议法务部也好，司法院也好，应该建制专业的国安法庭跟国安的检察体系，根据证据要予以快速并且重判，这才能保障台湾国家以及人民的安全跟利益。